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我今天要来教大家一个台湾台语特有的台语，好像绕口令哦。娃娃 TV。很多人都说台语不就是中国俗称的闽南语吗？但我说虽然很像，但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。我曾经教过福建跟厦门的朋友们，他们虽然都会说闽南语，然后我也差不多都听得懂啦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听不懂的。而且我一直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，跟我一直以来听到的台语发音很不一样。台语是闽南语演变而来的没有错，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演变，台语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台湾特有的语言了。那我前面做了这么多的铺陈呢，就是为了要来教大家一个台湾特有的词，那就是乡下。那很多人可能就要说啦，乡下的台语不就是真咖吗？这大家都知道啊，有什么好教的？ No no no， 乡下的台语是真咖没有错了，但除了真咖之外呢，乡下还有一个台湾台语特有的说法，那就是超得。大家现在头上是不是很多黑人问号了？我刚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也是很多黑人问号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舅舅在聊天的时候，我舅舅就突然说到，那现在有超得收宅啊。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满头的黑人问号，想说我们那边是有很多草吗？为什么会是超得收宅呢？我就问我舅舅超得收宅是什么啊？他就说就乡下地方啊。我就说啊，乡下的台语不是真咖吗？他就说，吼，你有够怂的，咱家没人会讲真咖啦，拢讲超地啦。我是不知道台湾其他地方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啦，不过我们南部很多人都称乡下为超地，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啦，比起真咖，超地好像还比较文雅一点吼。好，那既然知道乡下的台语是超地了，那自然也就知道乡下人的台语是超地人啦。这样大家学会了吗？以后如果有听到人家说温刀下是超得啦等等的句子，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不要以为人家是住在草地里哦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用用看哦，这样应该会让人家感觉很亲切哦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、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